收睇之前記得撳訂閱，再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影片㗎啦。首先要量100克粘米粉、19克粟粉、38克生粉同埋500克清水。先將粟粉同生粉混合粘米粉，加入大概1/10茶匙鹽拌勻，然之後加入1茶匙油同埋部分清水。略為攪拌之後，分幾次加入剩餘嘅清水拌勻，攪到粉漿完全順滑之後，最好能夠靜置1-2個小時先至用。另外準備腸粉豉油、麻醬同埋甜醬。做腸粉豉油，先用1湯匙糖混合1湯匙熱水攪拌均勻，然後加入1湯匙生抽、半湯匙老抽同埋1/3湯匙麻油。攪拌均勻之後，倒入豉油樽就完成㗎啦。跟住開麻醬，先攞樽入邊嘅面油同埋底部嘅醬各1茶匙，用匙羹邊壓邊攪，然後加入1茶匙暖水，攪到呢個狀態，再加半茶匙蜜糖拌勻就完成㗎啦。甜醬用1茶匙海鮮醬混合1茶匙熱水拌勻就完成啦。粉漿準備好之後，用少少油塗抹蒸盤。蒸鍋準備大滾嘅水，先放入蒸盤，加蓋大火加熱一陣，跟住將粉漿徹底拌勻一次，隨即打開鍋蓋，快手放入一層薄薄嘅粉漿，然後盡快加蓋，大火蒸分半鐘。蒸好之後嘅腸粉皮表面會有好多大氣泡，拎出嚟之後，隨即放入另一個蒸盤預熱，跟住利用刮板將腸粉捲起造型，最後淋上腸粉豉油，Q 彈嘅腸粉就完成啦。如果鍾意我嘅頻道，記得分享、讚好同埋留言啦。